唔該，等埋。喂，咁啱啊！你又揀咗啲筍嘢啊？梗係啦，我做人最緊要揀得精。咁你打咗針預防血清3型肺炎球菌未啊？健康都要揀得精喎。流感針啊嘛，年年都要打噶啦。係肺炎球菌針啊，唔使年年打㗎。肺炎係香港第2大殺手，有機會由肺炎球菌引致。當中嘅血清3型更加係最常見引致入侵性疾病嘅型號，感染有機會引致腦膜炎、敗血病。你知唔知啊？同時感染細菌同流感，住院死亡率更高出3倍。咁梗係要諮詢醫生意見，接種埋肺炎球菌針啦。咦？呢張 poster 咁似嬸姐嚟嘅？我咁醒，呢個梗係我嚟啦！15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，而家年過65歲合資格人士，仲有政府資助接種添啊！我咁有實力，都一樣要預防喎。係啊，50歲以上啊，都已經有較高風險㗎啦。哇！咁我都要提下我啲親朋戚友，問下醫生先，佢哋又老又嫩，梗係要保護好自己㗎嘛。立即向醫生了解政府疫苗資助方案啦。秘書啊，唔該同我預約醫生，我都要了解更多肺炎球菌疫苗嘅方案。